香港九龍塘初秋嘅午後，陽光溫柔柔咁灑落喺蘇婉珍精緻得體嘅旗袍上。今年50歲嘅蘇婉珍啱啱正式由政府文職崗位退休，足足30年嚟兢兢業業，從來冇偷懶hea做，一直緊守本分，靠住自己一雙手儲落一筆令人羨慕嘅身家。兩套位於核心地段嘅海景住宅，一間臨街鋪位8位數字嘅存款，仲有一筆豐厚而足額嘅終身退休金。佢嘅人生喺外人眼中簡直完美到揾唔到半點瑕疵，唯一覺得遺憾嘅地方就係丈夫早喺20年前因病離世。丈夫走咗之後，蘇婉珍冇再嫁，一個人咬緊牙關撐起成頭家。佢慳儉度日，嚴格自律，將自己所有嘅溫柔同積蓄全部都留俾一對仔女。大仔蘇俊傑29歲，名校畢業，而家喺跨國企業做高層，外表光鮮，事業有成。細女蘇靜儀26歲，樣貌標致，嫁入小康之家，生活安穩又順利。仔女兩個都話自己孝順，逢人就讚阿媽辛苦，話佢偉大。街坊鄰里、親戚朋友個個都羨慕蘇婉珍，話佢捱過苦日子，終於苦盡甘來，晚年一定福氣滿滿，之後淨係等住享清福，安安穩穩過埋下半世。蘇婉珍自己其實都係咁諗，辛苦操勞咗大半世，終於等到退休，終於可以放低肩膀上面嘅重擔。佢一早已經計劃好將來嘅生活，2層住宅，一層留俾個仔做分房，一層轉名俾個女，等佢將來有個保障。商鋪租金就用嚟幫補仔女平日嘅生活開支，銀行存款就平均分俾2個孩子，自己只留翻少少退休金，平日種下花，飲下茶，行下街，散下心，安安穩穩咁過埋人生下半場。佢呢一世唔求仔女一定要大富大貴，只希望佢哋平平安安，生活順遂。佢付出晒自己所有，就係希望自己嘅孩子唔需要好似佢當年咁辛苦捱世界。但係佢萬萬估唔到，命運安排俾佢嘅唔係一個安穩嘅退休晚年，而係一場足以摧毀人生嘅驚天騙局，一場橫跨30年，徹底摧毀佢整個人生嘅巨大謊言。一切嘅轉捩點就由一次普通嘅退休身體檢查開始。退休人士嘅福利體檢項目相當全面，當中包括血型複核同埋基本基因比對。醫生攞到報告嗰一日，特登單獨叫蘇婉珍入辦公室。醫生當時神情凝重，語氣帶住小心翼翼嘅試探。蘇女士，呢份體檢報告顯示身體方面冇任何問題，健康狀況非常理想。但係其中一項血緣核對數據出現咗嚴重異常。蘇婉珍當時只係以為係機器出錯，笑住揮揮手話唔可能。佢活咗50年，自己嘅仔女自己陀咗10個月生落嚟，點可能會有血緣問題？但係醫生下一句說話，直接令佢全身血液都好似凝固咗一樣。醫生話，根據你嘅血型同基因數據比對結果，你同你2個孩子之間完全唔存在任何親生血緣關係，零匹配，零重合，完全就係毫無關係嘅陌生人。蘇婉珍即刻呆住，成個人發冷，雙手雙腳都開始麻痹。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自己聽錯，係醫院搞錯，係份報告出現問題。佢笑住搖頭，語氣入面充滿無奈同肯定。醫生，一定係你哋搞錯咗，2個孩子都係我親生嘅，係我親手生出嚟，點可能冇血緣關係？我丈夫走得早，呢幾10年都係我一個人湊大2個孩子，呢件事係我人生入邊最肯定嘅事。
醫生望住佢，眼神充滿同情，語氣亦變得更加鄭重。蘇女士，我哋已經複核咗3次數據，機器冇故障，資料亦冇任何錯誤。你嘅血型係 O 型，而已故先生登記嘅血型係 AB 型。按照遺傳學規律，你哋2個人生出嚟嘅孩子只可能係 A 型或者 B 型。但係你大仔係 O 型，小女係 AB 型。由科學角度嚟講，呢2個孩子絕對唔可能係你哋夫妻嘅親生子女。一句一句猶如冰冷嘅鋼針，狠狠刺入蘇婉珍嘅心口。佢個腦一片嗡嗡聲，眼前不停發黑，成個人幾乎企唔穩。30年嘅人生，30年嘅付出，30年嘅母愛，就喺呢一刻轟然崩塌。佢強行令自己保持冷靜，要求醫院重新抽血、重新檢測，要加急出報告。佢唔願意相信，佢唔肯接受呢個荒謬到極點嘅結果。佢寧願相信係醫院系統出錯，都唔願意相信眼前呢件事係真。3日之後，第2次檢測報告終於出嚟。結果同第1次完全一模一樣，冇任何血緣關係，100%唔存在親子關聯。嗰一刻，蘇婉珍坐喺醫院長椅上，無聲咁流眼淚，冇崩潰大叫，亦冇歇斯底里，只係眼淚靜靜咁流落嚟，心口就好似被一隻巨大嘅手死死揸住，痛到連呼吸都困難。佢一世清清白白做人，勤勤力力做事，待人真誠善良，從來冇做過任何對唔住人嘅事。點解老天爺要咁樣懲罰佢？佢辛苦墮胎，忍住痛生產，捱夜餵奶，日日夜夜咁操勞。丈夫離世之後，佢拒絕所有追求，放棄再婚機會，放棄可以輕鬆生活嘅可能。佢將自己最好嘅青春、最好嘅積蓄、最好嘅溫柔，全部都俾晒呢2個孩子，慳衣縮食供佢哋讀書，用盡全力幫佢哋鋪好條路，付出一切成就佢哋嘅人生。結果到最後，2個孩子竟然全部都唔係自己親生。最初浮現喺蘇婉珍腦海入面嘅念頭，就係醫院抱錯咗。呢個亦係所有遇到呢類事情嘅人第一時間會諗到嘅答案。年代相隔太耐，90年代嘅私立醫院管理可能有漏洞，流程亦未必完善。最大可能就係當年孩子出生嗰陣被醫院抱亂咗。如果只係抱錯孩子，咁至少都只可以算係命運嘅捉弄。至少丈夫係無辜。至少當年發生嘅一切都只係一場意外。蘇婉珍抱住最後一絲希望，開始瘋狂追查當年生產嘅記錄。佢走遍舊醫院，翻查封存檔案，拜託熟人揾當年嘅舊職員，足足花咗1個星期時間。但係查出嚟嘅真相，比起抱錯孩子更加殘忍，更加離奇，更加令人心碎。根本就唔係醫院意外抱錯，而係一場精心策劃、蓄意安排嘅人為調換。而背後嘅始作俑者，竟然係佢已經去世20年嘅丈夫。一場由丈夫親手布下、欺騙咗佢30年嘅驚天騙局。蘇婉珍喺老護士口中聽到咗呢個塵封咗30年嘅秘密真相。當年生產嗰一日，蘇婉珍難產，體力完全透支，足足昏迷咗1日1夜。佢生落嚟嘅係一對龍鳳胎，身體健康，喊聲響亮。而就喺佢昏迷不醒、完全冇知覺嘅時候，佢丈夫蘇振邦帶住另外一個女人嚟到醫院。嗰個女人亦都係同一日生產，同樣生下1仔1女。只不過嗰個女人嘅身份見不得光，係蘇振邦婚前出軌嘅第三者。嗰個女人身體虛弱，根本冇能力撫養2個孩子，屋企人亦唔接受呢2個孩子，
蘇振邦為咗安置自己嘅私生仔女，為咗令自己嘅孩子可以享盡榮華富貴，趁住蘇婉珍昏迷嘅時候，收買醫院值班人員，直接將兩對孩子徹底調換。佢將自己同第三者生落嚟嘅一對仔女換俾正室蘇婉珍，將蘇婉珍親生嘅龍鳳胎轉手交俾嗰個一無所有嘅第三者。一紙調換，換嚟一生錯位。由嗰一刻開始，蘇婉珍傾盡所有，辛苦養大丈夫嘅私生仔、私生女，供養外人嘅孩子讀書成才，買樓鋪路，耗盡自己半生積蓄同所有溫柔。而佢自己嘅親生骨肉，卻喺最貧困、最艱難嘅環境入面苦苦掙扎。由細到大，冇人疼惜，冇人幫佢哋兜底，受盡世間所有苦楚。知道晒全部真相嗰一刻，蘇婉珍徹底崩潰。30年啊，足足30年，佢守住一段忠貞婚姻嘅假象，記住已故丈夫生前嘅好，一世守寡持家。佢以為自己係一個心情專一嘅妻子，係一個偉大無私嘅母親。直到最後先發現，原來自己係全世界最可笑嘅傻瓜。丈夫婚前出軌，婚後隱瞞，仲精心設局算計，用佢嘅人生、佢嘅錢財、佢嘅母愛去成全自己出軌留下嘅惡果，令佢替另一個女人辛辛苦苦養大一對仔女，令佢親生嘅孩子流落社會底層，受盡磨難。呢個世界上最狠毒嘅背叛，唔係婚內出軌，唔係中途分離，而係一個人死咗20年之後，仲可以親手算計緊佢嘅人生，掏空佢所有一切。係佢捧住一粒真心過完一生，最後換嚟一場徹頭徹尾嘅笑話。嗰幾日，蘇婉珍將自己關喺屋企，唔見人，唔食飯，亦唔飲水，成晚都瞓唔着。過去30年發生過嘅一幕幕，好似電影重播咁，瘋狂喺佢腦海入面播放。細個嗰陣，個仔頑皮搗蛋，任性妄為，佢一直耐心教導，從來冇捨得打鬧。個女由細到大被寵慣，使錢大手大腳，佢永遠都無條件滿足。個仔創業蝕錢，佢攞出自己全部積蓄幫佢頂住。個女結婚要求高額嫁妝，佢二話不說，全力幫佢準備。佢一直覺得孩子細個冇爸爸，實在太可憐，所以更加倍咁疼愛佢哋。佢將自己所有虧欠、所有溫柔，全部都補償俾呢兩個外人。但係佢自己嘅親生孩子，此刻可能正喺某個無人知嘅角落捱緊苦、受緊累。諗到呢度，蘇婉珍心如刀割，痛到去到極點。崩潰過後，剩低嘅係極度冷靜。50歲嘅女人，半生都喺體制內工作，見盡人情冷暖，識規矩，亦識忍耐。佢唔再喊鬧，唔再消沉，眼神入邊原本嘅溫柔徹底消失，只剩低冰冷而堅定嘅決心。佢同自己講：喊冇用，憎恨冇用，崩潰更加冇用。由今日開始，收起所有母愛，斬斷所有感情牽絆，屬於別人嘅孩子，佢1秒鐘都唔會再養落去。屬於佢自己嘅人生，屬於佢親生仔女嘅人生，佢一定要親手搶翻嚟。嗰啲欺騙佢、傷害佢、算計佢嘅人，就算已經死去，就算早已經抽身離開，所有欠落佢嘅，所有犯下嘅罪孽，佢都要連本帶利，一樣一樣討翻。一場高智商、高段數嘅中年翻身大戲，正式拉開序幕。蘇婉珍嘅第一步就係徹底鎖死自己所有資產。佢第一時間聯絡律師，加急辦理資產保存，凍結所有銀行戶口、定期存款、投資理財戶口，暫停所有物業轉名程序，鎖定商鋪業權。
停止一切俾仔女嘅金錢資助、生活補貼同轉賬。過去30年，佢對兩個孩子一直有求必應，無限量咁幫佢哋兜底。個仔嘅樓按、車貸，全部都係由佢負責。個女平日消費、護膚、買衫打扮、人情往來，全部都係佢幫手補貼。兩個早已經成年嘅年輕人，早就習慣伸手問人攞錢，習慣坐享其成。佢哋理所當然咁享受住蘇婉珍嘅付出，從來冇真正感激，亦從來冇體諒過佢。只不過以前嘅蘇婉珍被母愛蒙蔽咗雙眼，一直冇察覺。佢總係以為孩子年紀仲細，唔識事，等大個自然會孝順，會感恩。佢總係相信人心都係肉做㗎，自己掏心掏肺付出30年，始終會換嚟真心對待。甚至佢一早已經立好遺囑，所有財產平均分配，一分錢都唔留，全部留俾兩個孩子。每逢過時過節，親戚朋友提醒佢要為自己打算，留翻啲後路，佢仲會笑住反駁，話自己辛苦打拼咗一世，都係為咗孩子，冇必要藏私。而家再回頭睇翻佢曾經嘅坦蕩同善良，最後換嚟嘅只係別人一次又一次嘅得寸進尺。資產凍結第2日，大仔蘇俊傑就揾上門。語氣急躁，滿面不耐煩，一入門就質問：媽，你搞咩呀？我張銀行卡點解突然冇咗補貼？樓按扣款失敗，搞到信貸記錄出問題，你知唔知？我今個月公司項目周轉仲差10萬，你快啲轉俾我。如果係以前，蘇婉珍就算自己慳錢，都一定會即刻滿足佢要求。但今日，蘇婉珍坐喺梳化上面，神情平靜，眼神冰冷。佢淡淡咁開口，語氣冇一絲波動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唔會再俾你哋兄妹1蚊錢，樓按車貸自己負責，生活開支自己處理。你哋已經成年咗好多年，早就應該學識獨立生活。蘇俊傑當場愣住，跟住面色一沉，語氣帶住責怪同不滿。媽，你退休又唔係冇錢，使唔使同我哋計較呢啲小錢啊？我最近正值事業關鍵時期，靜兒又要養小朋友，我哋壓力有幾大，你知唔知？你得我哋一對仔女，你啲錢遲早都係我哋嘅，早俾遲俾有咩分別？呢番自私又理所當然嘅說話，令蘇婉珍心入邊最後一絲殘留嘅溫情徹底熄滅。係啊，佢辛苦一世儲落嚟嘅一切，本來就應該留俾自己親生嘅孩子，憑咩又要白白送俾呢兩個外人？憑咩佢親生骨肉喺外邊捱苦受難，別人嘅孩子就可以坐享榮華？蘇婉珍抬起頭，直視住蘇俊傑，逐隻字清清楚楚咁講：我啲錢係我一世辛苦賺翻嚟，我想俾邊個係我自己嘅自由，我唔想俾，冇人可以逼我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揾我攞錢。蘇婉珍喺老護士口中聽到咗呢個塵封咗30年嘅秘密真相。當年生產嗰一日，蘇婉珍難產，體力完全透支，足足昏迷咗1日1夜。佢生落嚟嘅係一對龍鳳胎，身體健康，喊聲響亮。而就喺佢昏迷不醒、完全冇知覺嘅時候，佢丈夫蘇振邦帶住另外一個女人嚟到醫院。嗰個女人亦都係同一日生產，同樣生下1仔1女。只不過嗰個女人嘅身份見不得光，係蘇振邦婚前出軌嘅第三者。嗰個女人身體虛弱，根本冇能力撫養2個孩子，屋企人亦唔接受呢2個孩子。蘇振邦為咗安置自己嘅私生仔女，為咗令自己嘅孩子可以享盡榮華富貴，
趁住蘇婉珍昏迷嘅時候，收買醫院值班人員，直接將兩對孩子徹底調換。佢將自己同第三者生落嚟嘅一對仔女換俾正室蘇婉珍，將蘇婉珍親生嘅龍鳳胎轉手交俾嗰個一無所有嘅第三者，一紙調換換嚟一生錯位。由嗰一刻開始，蘇婉珍傾盡所有，辛苦養大丈夫嘅私生仔、私生女，供養外人嘅孩子讀書成才，買樓鋪路，耗盡自己半生積蓄同所有溫柔。而佢自己嘅親生骨肉，卻喺最貧困、最艱難嘅環境入面苦苦掙扎，由細到大，冇人疼惜，冇人幫佢哋兜底，受盡世間所有苦楚。知道晒全部真相嗰一刻，蘇婉珍徹底崩潰。30年啊，足足30年，佢守住一段忠貞婚姻嘅假象。記住已故丈夫生前嘅好，一世守寡持家。佢以為自己係一個心情專一嘅妻子，係一個偉大無私嘅母親。直到最後先發現，原來自己係全世界最可笑嘅傻瓜。丈夫婚前出軌，婚後隱瞞，仲精心設局算計，用佢嘅人生、佢嘅錢財、佢嘅母愛去成全自己出軌留下嘅惡果。令佢替另一個女人辛辛苦苦養大一對仔女，令佢親生嘅孩子流落社會底層，受盡磨難。呢個世界上最狠毒嘅背叛，唔係婚內出軌，唔係中途分離，而係一個人死咗20年之後，仲可以親手算計緊佢嘅人生，掏空佢所有一切。係佢捧住一粒真心過完一生，最後換嚟一場徹頭徹尾嘅笑話。嗰幾日，蘇婉珍將自己關喺屋企，唔見人，唔食飯，亦唔飲水，成晚都瞓唔着。過去30年發生過嘅一幕幕，好似電影重播咁，瘋狂喺佢腦海入面播放。細個嗰陣，個仔頑皮搗蛋、任性妄為，佢一直耐心教導，從來冇捨得打鬧。個女由細到大被寵慣，使錢大手大腳，佢永遠都無條件滿足。個仔創業蝕錢，佢攞出自己全部積蓄幫佢頂住。個女結婚要求高額嫁妝，佢二話不說，全力幫佢準備。佢一直覺得孩子細個冇爸爸，實在太可憐，所以更加倍咁疼愛佢哋。佢將自己所有虧欠、所有溫柔，全部都補償俾呢兩個外人。但係佢自己嘅親生孩子，此刻可能正喺某個冇人知嘅角落捱緊苦、受緊累。諗到呢度，蘇婉珍心如刀割，痛到去到極點，崩潰過後，剩低嘅係極度冷靜。50歲嘅女人，半生都喺體制內工作，見盡人情冷暖，識規矩，亦識忍耐。佢唔再喊鬧，唔再消沉，眼神入邊原本嘅溫柔徹底消失，只剩低冰冷而堅定嘅決心。佢同自己講：喊冇用。憎恨冇用，崩潰更加冇用。由今日開始，收起所有母愛，斬斷所有感情牽絆，屬於別人嘅孩子，佢1秒鐘都唔會再養落去。屬於佢自己嘅人生，屬於佢親生仔女嘅人生，佢一定要親手搶翻嚟。嗰啲欺騙佢、傷害佢、算計佢嘅人，就算已經死去，就算早已經抽身離開。所有欠落佢嘅，所有犯下嘅罪孽，佢都要連本帶利一樣一樣討返。一場高智商、高段數嘅中年翻身大戲正式拉開序幕。蘇婉珍嘅第一步就係徹底鎖死自己所有資產。佢第一時間聯絡律師，加急辦理資產保存，凍結所有銀行戶口、定期存款、投資理財戶口，暫停所有物業轉名程序，鎖定商鋪業權，停止一切俾仔女嘅金錢資助、生活補貼同轉賬。
過去30年，佢對2個孩子一直有求必應，無限量咁幫佢哋兜底。個仔嘅樓按、車貸，全部都係由佢負責。個女平日消費、護膚、買衫打扮、人情往來，全部都係佢幫手補貼。2個早已經成年嘅年輕人，早就習慣伸手問人攞錢，習慣坐享其成。佢哋理所當然咁享受住蘇婉珍嘅付出，從來冇真正感激，亦從來冇體諒過佢。只不過以前嘅蘇婉珍被母愛蒙蔽咗雙眼，一直冇察覺。佢總係以為孩子年紀仲細，唔識事，等大個自然會孝順，會感恩。佢總係相信人心都係肉做嘅，自己掏心掏肺付出30年，始終會換嚟真心對待。甚至佢一早已經立好遺囑，所有財產平均分配，1分錢都唔留，全部留俾2個孩子。每逢過時過節，親戚朋友提醒佢要為自己打算，留翻啲後路，佢仲會笑住反駁，話自己辛苦打拼咗一世，都係為咗孩子，冇必要藏私。而家再回頭睇翻，佢曾經嘅坦蕩同善良，最後換嚟嘅只係別人一次又一次嘅得寸進尺。資產凍結第2日，大仔蘇俊傑就揾上門，語氣急躁，滿面不耐煩，一入門就質問：媽，你搞咩啊？我張銀行卡點解突然冇咗補貼？樓按扣款失敗，搞到信貸記錄出問題，你知唔知？我今個月公司項目周轉仲爭10萬，你快啲轉俾我。如果係以前，蘇婉珍就算自己慳錢，都一定會即刻滿足佢要求。但係今日，蘇婉珍坐喺梳化上面，神情平靜，眼神冰冷。佢淡淡咁開口，語氣冇一絲波動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唔會再俾你哋兄妹1蚊錢。樓按車貸自己負責，生活開支自己處理。你哋已經成年咗好多年，早就應該學識獨立生活。蘇俊傑當場愣住，跟住面色一沉，語氣帶住責怪同不滿。媽，你退休又唔係冇錢，使唔使同我哋計較呢啲小錢啊？我最近正值事業關鍵時期。正義又要養小朋友，我哋壓力有幾大，你知唔知？你得我哋一對仔女，你啲錢遲早都係我哋嘅，早俾遲俾有乜分別？呢番自私又理所當然嘅說話，令蘇婉珍心入邊最後一絲殘留嘅溫情徹底熄滅。係啊，佢辛苦一世儲落嚟嘅一切，本來就應該留俾自己親生嘅孩子。憑咩要白白送俾呢2個外人？憑咩佢親生骨肉喺外面捱苦受難，別人嘅孩子就可以坐享榮華？蘇婉珍抬起頭，直視住蘇俊傑，逐隻字清清楚楚咁講：我啲錢係我一世辛苦賺翻嚟，我想俾邊個係我自己嘅自由，我唔想俾，冇人可以逼我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揾我攞錢。足足30年，蘇婉珍嘅親生仔女一直喺社會最底層嘅泥濘入邊苦苦掙扎，食唔飽，着唔暖，冇人疼錫，冇學歷，亦冇任何靠山，受盡別人白眼同委屈，早早就無撻學出嚟打工，幫養母還債，捱盡人生苦楚。知道晒呢一切嗰一刻，蘇婉珍心痛到成個人都不停顫抖，佢唔敢想象自己一對親生骨肉呢啲年到底捱過幾多苦。佢即刻落令加大搜尋力度，不惜任何代價都一定要揾翻孩子。半個月之後，偵探傳嚟消息，佢嘅親生仔女終於揾到啦。而家仍然生活喺香港基層社區入面，艱難咁捱日子。親生仔叫陳峰，女叫陳希，兄妹2個由細到大相依為命，早早就扛起生活嘅重擔。
哥哥陳峰29歲，由細已經咩嘢學打工，做過地盤工人，送過外賣，亦開過貨車搵食。做人正直老實，腳踏實地，捱得苦，從來唔會偷懶取巧。呢幾年一邊打工，一邊供妹妹讀書，仲要幫林美娟還清賭債同欠款。妹妹陳希26歲，乖巧懂事，性格溫柔，讀書亦勤力，靠住半工半讀完成大專課程，而家喺一間小公司做文員，性格比較內斂柔弱，心地善良，但因為原生家庭嘅關係，一直自卑又敏感。兩兄妹樣貌清秀端正，眉眼之間竟然同蘇婉珍幾乎一模一樣。當蘇婉珍親眼見到兩個孩子嗰一刻，30年嚟所有嘅忍耐、委屈同痛苦喺一瞬間全部爆發出嚟。望住眼前兩個衣着樸素、眼神清澈、滿面疲憊嘅孩子，再望翻嗰兩個由細到大錦衣玉食、自私驕縱嘅養仔女，蘇婉珍眼淚即刻決堤，急步行上前，淺奏住伸出雙手：我嘅孩子，媽媽終於揾到你哋啦！陳峰同陳希一面茫然，完全唔知應該點反應。佢哋由細到大，從來冇人用過咁溫柔嘅方式對待佢哋，更加從來冇人會為咗佢哋真心真意流眼淚。蘇婉珍冇再作太多鋪墊，直接攞出基因鑑定報告，將當年所有真相完整講出嚟。聽完全部事情之後，兄妹兩個徹底呆住，久久都未能回過神。原來佢哋呢一世受過嘅苦難，半生積落嘅委屈，全部都係別人一手算計造成。原來佢哋唔係冇人要嘅孩子，佢哋都有親生母親。佢哋嘅母親溫柔善良，有錢有能力，一世都默默為佢哋付出，只係俾人惡意算計，硬生生分開咗足足30年。陳希瞬間淚流滿面，多年壓抑喺心入面嘅委屈，終於完全爆發。咁多年嚟，佢望住其他人有父母疼錫，有安穩幸福嘅生活，只可以偷偷羨慕。佢無數次怨過命運唔公平，怨自己一出世就注定命苦，但佢從來冇諗過，原來自己所有苦難都係人為惡意造成。陳峰眼眶泛紅，死死握緊拳頭，眼神入邊充滿心痛同憤怒。佢心痛妹妹多年嚟受過嘅委屈，更加心痛呢個素未謀面嘅母親被人欺騙咗半生。蘇婉珍抱住兩個失而復得嘅孩子，心入面暗暗發誓，往後餘生佢一定傾盡所有，補償翻佢哋失去嘅30年。所有欠孩子嘅，佢一定加倍補翻；所有傷害過孩子嘅人，佢一個都唔會放過。為咗令兩個孩子可以真正安心，蘇婉珍即場帶住兩人重新做一次高精度基因鑑定，同時將自己嘅銀行卡、部分資產證明全部擺喺孩子面前。佢話俾兄妹兩個知道，由今以後有媽媽喺度，冇人可以再欺負你哋。你哋失去嘅童年、學業、前途，我會一步一步全部補翻俾你哋。第3步，精準反擊，步步部署，全面清算。最先揾上門嘅，依然係蘇俊傑同蘇靜儀。斷絕資助半個月之後，兩個人嘅生活徹底亂晒。樓按如期，信用卡透支，平日消費水平突然大幅下降。由細到大一直順風順水，想要咩就伸手攞咩嘅日子突然中斷，兩個人終於開始慌亂。今次上門，兄妹兩個唔再鬧脾氣，而係帶埋親戚長輩一齊過嚟。一班親戚一入門就開始用道德壓力逼迫。婉珍，你究竟搞咩啊？孩子好端端，你突然停止資助，實在太過分啦！
一把年紀仲同後輩鬥氣，傳出去俾人知道，人哋一定笑你。俊傑同靜怡幾咁唔容易，由細冇爸爸，你更加應該疼惜佢哋。面對一眾親戚嘅責備，蘇婉珍神情淡定，完全冇半點慌亂。佢早已經唔係以前嗰個心軟顧家、怕人講閒話嘅女人。佢平靜開口，聲音清楚而有力，傳遍成個客廳。我疼咗佢哋30年，養咗佢哋30年，將所有嘢都付出晒。我對得住天地良心，亦對得住所有人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唔再養佢哋，合情合理，亦合法合規。有人即刻反駁：佢哋係你親生仔女，養大佢哋唔係天經地義咩？蘇婉珍淡淡一笑，直接拋出一個震撼真相：親生仔女，佢哋唔係我生嘅，亦同我冇半點血緣關係。一句說話，全場瞬間死寂，所有人即刻呆住，面上全部寫滿難以置信。蘇俊傑同蘇靜怡面色大變，又驚又怒，當場尖聲反駁：媽，你講緊咩啊？你係咪退休得閒到有病啊？你為咗唔養我哋，竟然連咁荒謬嘅說話都講得出。蘇婉珍根本唔想再同佢哋多費唇舌，直接將基因鑑定報告、當年醫院調換證據、人證口供全部攤開喺茶几上面，白紙黑字，鐵證如山，根本冇得反駁。蘇婉珍眼神冰冷，望住面色慘白嘅兩兄妹：你哋嘅親生父親就係我已經去世嘅丈夫蘇振邦，你哋嘅親生母親就係佢婚前出軌嘅第三者林美娟。當年係我丈夫故意調換孩子，令你哋頂替咗我親生仔女嘅人生。你哋呢一世食過我嘅飯，着過我嘅衫，用過我嘅錢，住過我嘅屋，全部都係我原本準備俾自己親生仔女嘅人生根基。30年，我替人哋養孩子，養到盡心盡力，毫無保留。而家真相大白，我冇追究你哋過去所有索取，已經算係仁至義盡。想我繼續養你哋，絕對冇可能。呢番說話就好似一道驚雷，狠狠炸響喺所有人耳邊。蘇俊傑同蘇靜怡全身發抖，面色白到冇血色，完全呆喺原地。佢哋由細到大一直引以為傲嘅身份、家境、人生背景，原來全部都係偷翻嚟、搶翻嚟、呃翻嚟。佢哋係私生仔、私生女，係見不得光嘅出軌產物。佢哋擁有嘅一切本身根本就唔屬於佢哋。親戚們即刻收聲，面上原本嘅責怪同說教全部消失，只剩低尷尬同震驚。蘇靜怡接受唔到呢個現實，崩潰大喊，瘋狂搖頭：唔係啊，我唔信呢件事唔係真嘅。你呃我。蘇俊傑強行扮鎮定，但眼神入邊充滿慌亂同唔甘心。就算係真又點？我哋養咗你30年，陪住你30年，冇血緣又點？都有感情噶。你唔可以咁狠心。蘇婉珍冷冷望住佢，眼神冇一絲溫度。感情，你哋由細到大只識攞，從來唔識付出。我病咗入院，有邊個陪過我？我深夜唔舒服，有邊個真正關心過我？我慳衣縮食成全你哋，你哋就揮霍無度，仲覺得理所當然。稍微唔順心就擺臭臉、發脾氣、冷戰、鬧情緒，呢啲就係你哋口中所謂嘅感情。你哋需要嘅係我嘅錢，需要我嘅資源，需要我幫你哋兜底，唯獨唔需要我呢個人。字字有力，句句都係事實。兩兄妹俾佢一句句質問到啞口無言，面子盡失。現場親戚冇人再敢幫口，只係默默退後，唔敢再出聲。蘇婉珍趁住氣勢，直接講出最後決定：
第一，即刻解除同蘇俊傑、蘇靜儀之間嘅收養關係，以及法律上嘅母子母女關係。第二，收返之前送出嘅所有財物，包括物業首期、嫁妝、創業資金。第三，由今日開始斷絕一切來往，大家再冇任何瓜葛。蘇俊傑即刻氣到雙眼通紅，聲嘶力竭咁怒口：你唔可以咁做，嗰啲嘢你送咗出去就係我哋嘅，憑咩收返啊？蘇婉珍早已經有所準備，律師當場攞出相關法律條文，基於重大誤解以及受到欺詐前提之下作出嘅無償贈與，當事人知道真相之後，有權依法全部追回，合法合規，有法律依據，勝訴機會100%。呢個就係50歲體制內女人嘅沉穩同埋智慧，唔衝動，唔胡鬧，唔俾情緒控制自己，每一步反擊都精準踩中法律同情理嘅最高位置，令對方無話可講，無路可退，亦無從反駁。蘇俊傑同蘇靜儀徹底慌亂，放低晒以前嘅高傲同體面，開始低聲下氣求情：媽，我哋錯啦。以後一定好好孝順你，你唔好唔要我哋。媽，我哋相處咗咁多年，呢份感情你真係可以話斷就斷嗎？蘇婉珍內心平靜如水，完全冇半點動搖。我同你哋嘅情分喺知道我親生仔女挨咗30年苦嗰一刻，已經徹底斷晒。你哋享受咗30年，本來就唔屬於你哋嘅榮華富貴，夠啦。眼見求情冇用，蘇俊傑終於徹底撕破面具，當眾撒野耍賴。佢揚言要去法院鬧，要去蘇婉珍以前任職嘅單位散播謠言，要令佢晚節不保。蘇靜儀亦一邊喊一邊威脅，話要帶住個孩子上門長住，絕對唔會搬走。面對兩個人無賴嘅行為，蘇婉珍早已經做好準備。佢預先準備好錄音錄影設備，全程記錄兩人威脅同鬧事嘅所有言行，同時告知現場親友，如果兩個人繼續騷擾之事，佢會直接報警備案，追究兩人涉嫌尋釁滋事、恐嚇滋擾他人嘅法律責任。兄妹兩個見蘇婉珍軟硬唔食，手段又強硬，終於完全冇晒囂張氣焰。只可以灰頭土臉咁帶住一班親戚狼狽離開，由此之後再唔敢隨便大聲叫囂。接落嚟就係清算真正嘅始作俑者林美娟。當年嘅陰謀，蘇振邦已經離世，冇辦法再追究，但係親手養大、折磨、壓榨蘇婉珍親生仔女足足30年嘅林美娟，仲依然逍遙自在。呢啲年，林美娟靠住壓榨陳峰同陳希，生活唔愁食住，仲有錢去打牌享受。佢攞住兩個孩子打工賺翻嚟嘅錢揮霍過日子，稍有唔順心就打鬧孩子。知道蘇婉珍揾上門之後，林美娟唔單止冇半點愧疚，反而更加囂張跋扈。佢直接衝上門大嘈大鬧，撒潑打滾，出口威脅。件事都過咗30年啦。你而家先翻舊賬有咩用？孩子係我養咗30年，冇功勞都有苦勞啦。你想帶翻孩子走可以，攞500萬撫養費補償我。如果唔係，我就鬧到你屋企樓下，你附近街坊都知，等所有人睇你笑話，一副理所當然、獅子開大口嘅醜惡嘴臉。如果換成普通女人，可能真係會俾佢呢一種撒潑耍無賴嘅方式嚇住。但係蘇婉珍冷靜理智，做事強硬，根本唔會食佢呢一套。佢直接報警，同時提交完整證據，正式啟動法律追究程序。第一，入稟控告林美娟多年虐待兒童以及惡意壓榨未成年勞動力。第二，追討林美娟30年嚟侵佔、挪用陳峰同陳希工作收入。第三，追究佢當年參與惡意調換嬰兒、侵犯他人親子權益嘅法律責任。證據確鑿，人證物證全部齊全。林美娟30年嚟做過嘅惡行，全部攤開喺陽光之下接受清算。警方走訪附近鄰居、以前一齊工作嘅工友，核實咗佢多年虐待孩子、賭博滋事嘅事實。
法院依法審理之後，判決林美娟賠償陳鋒、陳希30年勞動報酬以及精神損失費，合共180萬。同時，因為佢長期虐待未成年人，涉及聚眾賭博，依法判處行政拘留15日，並留下終身違法紀錄。過去囂張跋扈嘅氣焰終於完全消失，最後落得身敗名裂、負債累累嘅下場，真係大快人心，令人極度解氣。第4部扶正血脈，補償虧欠，迎嚟圓滿結局。處理晒所有惡人之後，蘇婉珍開始全心全意彌補自己嘅親生仔女。佢首先幫陳鋒還清所有外債，徹底擺脫林美娟留下嘅爛攤子，攞出資金支持陳鋒創業，俾佢資源，俾佢人脈，俾佢重新出發嘅底氣，令呢個踏實肯做、捱得苦嘅孩子，終於擁有屬於自己嘅事業同前途。至於溫柔懂事嘅陳希，蘇婉珍全力支持佢提升自己，送佢進修讀書，培養氣質同眼界，幫佢慢慢擺脫自卑同敏感嘅性格，幫佢買新樓、買新衫，保護佢過安穩生活，俾翻佢從來未擁有過嘅寵愛同自信。短短半年時間，兩個孩子就好似重新做人一樣，完全脫胎換骨，煥然一新。眼神變得自信明亮，氣質變得成熟大方，人生徹底翻身逆襲。兄妹兩個由細到大從來未感受過嘅母愛，終於俾蘇婉珍加倍補償翻。一家人朝夕相處，溫馨和睦，屋企充滿暖意。蘇婉珍特登將2套海景住宅重新裝修，揀咗通透明亮又溫暖嘅風格，一套留俾大仔陳鋒做分房，一套俾細女陳希安心居住。臨街商鋪嘅租金收入全部存入2個孩子專屬戶口，作為佢哋一生嘅保障。佢仲親自帶住2個孩子去做身體檢查，調理身體，彌補佢哋多年辛勞留下嘅健康問題。以前佢慳衣縮食養大別人嘅孩子，而家佢心甘情願傾盡所有去疼愛自己嘅骨肉。呢種踏實安穩嘅幸福感，係佢30年嚟從未真正感受過嘅圓滿。而另一邊，被打回原形嘅蘇俊傑同蘇正儀，人生徹底跌入谷底，失去蘇婉珍提供嘅資金支援同人脈資源，2個人嘅生活迅速崩潰。蘇俊傑習慣咗高薪又舒服嘅生活，根本捱唔到苦，亦受唔住辛勞。停止資助之後，樓按斷供，假車俾人收翻，工作亦開始崩盤。以前身為高層嗰份體面蕩然無存，最後只可以做普通基層工作維持生活。以前圍繞喺佢身邊嘅朋友同人脈，知道佢真正身世同落魄情況之後，紛紛離開，冇人再願意扶持一個出身尷尬，亦冇利用價值嘅普通人。蘇正儀以前過慣錦衣玉食、嬌生慣養嘅生活，失去母親資助之後，再冇能力維持精緻生活，開始俾夫家百般嫌棄。